光責任聽，除了無甲講起嘅，最重要是那你拿你光做他，你拿你光做他，你耍精神，你就冇嘢計頭嗰搞對嗱，你殺死嘢，你就就係嘅啦，特別是那為聽，我計下啲即埋都點那辦個經常為誰嘅，經常拍嘅，為做冇數學嘅，為家嘅。做過為家，個是為飲聽嘅，個是為飲嘅。如果一個頭殼搞對吧，爆咗咯為何？你家過最少講為又無做啲為何？如果一個頭殼搞對咯，你啊到數學到，你到數學到嘅，聽先說咯嗬。也啲個那頭來聽黃，古蹟上聽，老老古蹟上嘅聽黃嘅，特別是那頭來聽黃，無怪你是聽10片、20片、30片、10片、50片聽黃嘅，掉開咯。營呢把一個要求你嗱，賣啲要咗爆，要咗開，最識解就冇，就是攞頭嚟還學，而是攞對拗嘅嘛，冇是哪個攞嚟還解嘅嘛，冇是嘅嘛，一個只有攞經是攞夠攞棒，至3棒把爆咗攞對拗，啲拗那做問題啊，落去話頭嚟就冇聽還，就是那一個頭骨搞，站上掛上攞上嘅，特別是個人做幹部做一晚有攞有沙有個，那是啥嘢就好啦。連手攞晒嘢，站上站少有成掛卡攞卡掹卡嘅，最俾佢咯。